一百个综合项目係考驗一道太高同小九九嘅默契，考核內容包括高空吹降、彈黑黑、空數難計劃、命令亦能坐下來、抱下去、放起來、接臂咬到轉來，還個頭到尾都做唔得 V 儀式，未做唔得獎勵。TV 係我們太高，請開始。來，慢，好，腳跟着走，慢。對，停下，對，慢哦，慢。記得對於大風垂降下來的時間，那個都還蠻順利的。好，它姿勢原則上都還蠻不錯。快到地面的時候就成弓箭步。好，那你人會往後移。還在計時哦。還在計時哦。你忘了你的對，沒關係，很順，而且狗狗是很穩定的，很穩哎。它有一點稍微勒到它脖子了，你看它狗的，哎，有沒有看到？有沒有看到？哦，所以你的手不能太上方哦，不能太上。我們能讓它允許就3次，但是沒有領犬員幫忙，真的是不可能哎。好，看看眼睛有沒有跟你對焦，下指令哦。哇！也可能讓對於那個室內標得出，故說呢，然後看到安朵攝影機啦，又有瓶子啦，然後有那個麥克風啊，他就以為是玩具，都怪好笑而去搞啊呢，故說失常的現象啦，嘿。表示一次是5秒，好，不用這樣子。好，漂亮。坐。哎，好，可以。之後呢，你轉個方向，你讓你的狗知道你要幹什麼哦。無可厚非啦，但是有壓力的，我們盡可能就是去完成。所以你看這個，平常不是跟你朝夕相處，然後短暫成親，這個都是很難哦。好，第3次再舉牌嘍，都是4、5個人在這。這個項目算一半成功，一半哦。那我們鼓掌，謝謝。好。要他係聽 EV 變困高，教官請開始。可以 ，OK。走，繼續，放輕鬆，腳慢慢走，腳打直走，腳打直走，對，慢一點，慢，再放 ，OK。今年的踢板好了，我跟你講，因為他本身嘛有懼高症，所以有第一次做這種動作，還是表現得也沒有很好啊，也是不是很好看啊。所以啊，今年我都是把有準備嘅，哦，模擬一下，哎，當天是要下來，我唔按緊張嘅啦，所以我都是個順的下來，嘛這硬撐啊，因為腳嘛有重量啊，還蠻順的。哎，你站着就好了，好，很好，好，很好，好，這也是蠻穩，應該可能有他跟他不哦。好，一樣。這個對狗還是考驗的，每次狗。好。好嘞。那個眼睛先對焦，再下指令。我看到沒有？下指令就好，好，很好。他這裡就做好多了。來，對了，現在他看到你手上有什麼？漂亮，很好。他有沒有在看？好，可以，漂亮。我也可以。來，走，完成，停。最迷 EV 耶，最後一位了，好，請。來，伸手受力，往下坐，來，屁股往下坐，慢，來，腳跟着走。
所以酱桶来公司小菜一碟啦。这个东西我工作环境就是跟垂酱有一些连贯。今天很难能可贵，看他们3个的体力都还蛮好的，真的。看，上，婷婷，你去站他旁边。好，不错哦。再去。握。他眼睛没看你就不要下，好看你了。握。1秒，2秒，站。漂亮，很好。看，换。好，终于回来了。Go。看。好，你看一般这么多的干扰，你看几乎每只狗都会有这个状况。这个指令乱跑它慌，我也跟着慌了。好，你再下一次指令，请它咬回来。Go。看。加一次就5秒。好，明显确定再做一次吗？好，最后一次机会喽，往后退，好，很好。好，这样才是成功。停止吗？好 ，OK， 完成了。你刚刚有很紧张吗？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，真的哦。我很想去咬回来。啊，你很想自己去咬回来。对，靠近一下。